本地甲組足球聯賽第2輪比賽結束，其中皇朝以3-2擊敗警察。林子峰報道。今場5球入網之前，最後掂波嗰個都係警察嘅球員嚟㗎。開波4分鐘，趙仲文一啄個波撞落馮家樂隻腳彈入，一球老烏，警察落後0-1。13分鐘之後，佢哋終於揾到機會攀平啦，完全冇人防嘅梁立新射入球靚波。可惜警察再一次因為擺烏龍而落後，中柱之後林文亮加多腳，皇朝喺上半場中段領先2-1。但梁立新之後犯規埋下失第3球嘅種子。趙仲文主射罰球，對方隊長周巨榮頂中改變方向，警察落後1-3進入換邊。原本皇朝好有可能喺呢次混戰之下擴大比分嘅，但門未破壞好事。直至臨完場前7分鐘，歐家俊射入，最後警察以2-3不敵皇朝。澳門電視